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干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咱咧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内面定定咧演做投胎，偏偏阴阳颠倒，嘛有呢拄啊好卡着中间界。那么刚好你直接摕身份证摕来改嘛？今仔日咱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性別不明關懷協會理事長、跨性別女性吳依婷。主持人好，各位來賓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東吳大學特學系以及人權學程教授陳耀華。主持人、各位來賓、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台灣團結聯盟黨主席周nghệ安。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另外呢，還有一位李俊宏醫師呢，小等還佫佇線頂，咱簡單一講句。刷了咱就關心，在台灣第5位免手術就會當換身份證的跨性別者，那麼成功已經摕到伊家己認同性別的身份證。代理伊官司的潘女明嘛佇面冊頂頭發文甲恭喜，不過卻引起了爭議。摕到寫女性身份的身份證，伊是跨性別者吳宇軒，爭取變更性別登記申請，透過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律師團代理訴訟，佇今年8月成功拍贏官司。這個月佇無做性別轉換手術的狀況之下，摕到新的身份證，成做台灣第5位免手術就會當換身份證的跨性別者。不過這條路開要4冬。它对于跨性别而言，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避免掉非常多错误的性别错称。今天如果我有一个符合我性别认同的证件，符合我现在性别样貌的证件，那么这些问题是不是可以迎刃而解？难得的是，吳宇軒嘛得到厝里人的支持，爸母阿公拢呼吁外界面对跨性别是世界潮流的现实。还在这种困境的父母，也希望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去给孩子一个机会，不要一直执着在于是男是女。法官能够面对现实面对现实好好的来处理这个跨性别的问题。潘禮明律師團代理吳宇軒的訴訟要4冬，這回閣成功拍贏官司，佇面冊發布文章恭喜吳宇軒完成換證，呼籲政府唔通干那讓司法處理個案，就要趕緊變更違憲的函釋見解。掀開內政部函釋，跨性別者變更性別，就要有2個精神科醫師開診斷證明。上尾一步就是手術甲性器官摕掉。毋過吳宇軒的案例無經過手術，潘禮明文章一出來，就有袂少人有無共意見，因為若是佇女性專用下間看到有男性性器官的跨性別者，會感覺驚嚇。免手術換證作為台灣重要議題，即屆有個案成功摕到身份證，閣引起爭議。要安怎讓跨性別公平自主，甲女性權益平衡，成做台灣社會的一個大挑戰。記者綜合報道。咱頭頭看這個新聞報道吼，請觀眾朋友慢請走。吼，今仔日吼，咱唔是要來講講呢，你互你聽無？真簡單，你生活當中會去拄到的代誌，可能無的確你家己的子弟、你家己的朋友無甲你講呀。所以呢，這款議題其實在你我的身軀邊呢，定定會出現。唔是講這比例呢真濟，但是在這個台灣的社會真少，你一定會拄到。那麼首先，我要來請吼依婷吼，甲咱講你家己的故事吼，簡單講者，互大家了解講，哪有這種，伊絕對吼，甲咱我譬如咱這個台語內面咧講的什麼半閹娘啊。完全無共款，是什麼代誌？是什麼原因？你講給大家聽。因為主要是我自己的經驗的話，我從大概小學6年級到國中1年級那段時間就開始覺得，雖然健康教育都有講說，就是
我们会有什么生理男性就会有什么胡渣啊，然后就开始声音变低，要有喉结，然后那时候就讲，啊，这就不是我想要的啊。可是概念只停留在不是我想要这件事，但是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就这样子。然后一直到了大概高中的时候吧，才找到资料，就是说哦，你对小学一直到高中这4、5当中啊，这4、5当你是安怎过日子？哦，那时候因为在做学校的就是社团的活动，就在做学校的广播电台，所以就这件事情就放着这样子。但是就是偶尔就是会拿起来想这件事这样。好，啊，迄阵时敢有开始，到高中了后，互你上大的困扰是啥物？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越来越不喜欢这些所谓的男性这件事情。比如说像是什么会有体毛啦之类的，就是。或是就是各种的第二性征就越来越不喜欢，但是就因为那时候没有接触过这些知识嘛，所以就觉得啊不喜欢好像也不能怎么样，就这样子。然后后来才慢慢接触讲然后其实有这条路通行。对，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那时候还没有跨性别这个词，这个是要变性人，然后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应该是这样，然后后来因为要处理兵役的问题，然后再慢慢了解自己这样。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你家己去。譬如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去洗面间、去妇女间的时阵，你会介意袂？好，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其实因为，就是大家可能看我这样子，就是看起来像女生，对不对？就是看起来就是像我今天穿裙子来。那其实我正常情况下就是，除非女厕大排长龙，不然我去女厕啊。但是我去女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现在大家听到我声音这样，所以我在女厕基本上不讲话。我不怕别人发现我是跨性别这件事，但是我是怕别人就是会惊恐，怎么这边会有男生在这里这样子。所以你平常时若是拄到这情景的时候，你家己心内有淡薄仔不安，还是有啦，就怕造成别人困扰啦。OK，我前来问你这个问题，要请教陈老师哈，因为像依婷因这安尼吼。在精神科医师顶头，因叫做性别不安，这种名词啦，这摆较中性。老师对人权的角度来看，因为真侪人就生活面，小等主席会当讲较济，就生活面感觉讲，我的这本队的这个生活的认知，甲生活的情景，去用拍破了，我会不安，我颠倒会不安。那处理这种不安甲迄种不安。这人权顶头，咱安怎来破败这种代志？我看到就是讲，你也看迄个人权的历史吼，你就知影讲，迄个像迄女性的运动有一个做有名的文学家叫做维吉尼亚·沃夫，伊就写到一个做有名的奥兰多吼，这个著作，伊也拍到有一个电影吼，大家看就是迄个电影当中，伊就是画个足侪世界吼，世纪的怎伊怎一时变男装，一时变女装吼，伊就是用一种性别本来就毋是一个固定的代志，都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啦。吼，搁有足侪重要的女性主义、女性解放的运动者嘛咧讲，迄个性别其实是一种展演啊 ，performance。吼，伊就是讲，你也知影去互规训，你讲查某人你就爱坐安尼，你就爱甲较有代志，较有代志你就袂使讲啥物代志强出头啊，安怎，所以你就会慢慢，你就是互各种的规则吼，你就甲你变成一个查某吼，所以迄个西蒙波娃就是讲，迄个女人吼，伊毋是怎天生的，伊是去互迄个社会吼，甲你塑造，甲你变成一个查某人。所以咱顶解讲迄个林玉婷有无吼，就是讲大家都是想要去用一个迄个框架，甲迄个啥物是查某人，啥物毋是。吼，伊就是有一种力量啦，想要甲啥物人囥伫内底，啥物人囥伫外口。毋过你有去问迄个当事人，你是要伫咧内底，还是咧外口？吼，这就是讲，迄就是讲性别正确是一种咱历史对人权的历史定定咧存在的物件。对真侪人，这种性别正确是一个问题。所以老师，你主张讲
这就必须要透过意识上的这个理解，来达成这个社会的和谐。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以外，无其他的方式通来破坏讲，无譬如讲我凊彩讲一下，讲譬如讲，一定你以后，因为对我来讲啊，这个阿母奶呢，这个上一下便所去说明经吼，啊，伊就爱袂当出声，伊心情嘛会真束缚嘛吼，啊，但是像主席会去顾虑着讲女性吼安怎，嘛是会不安啊，啊，不如就来一个以后的这个，譬如讲一个法令，这个以后的这个便所经拢有3种，敢有可能是安尼？老师，你认为呢？因为阮东吴大学吼，即马有一点仔做广告的嫌疑，就是讲，阮东吴大学就是讲，阮伫咧城区部吼，啊，甲阮迄个校本部，阮拢有迄个性别友善的厕所，所以阮拢内底就是讲，迄个男性的迄款便斗盆吼，阮有啊内底也有迄女性会使用坐吼，啊会使用蹲的，所以阮就有一个性别友善厕所，啊，结果阮举办迄个国际的会议的时阵，吼去互俄罗加，讲哦，恁是来足进步的，伊就是讲，阮已经知影讲。所以老师，你认为，如果这个设施若有是可能较好的这种社会安排？嘿，啊，就是男同学伊也会使入去，啊，女同学伊也会使入去，啊，本来大家看到男生上厕所，你看大家拢安尼远，啊有点下便所坑足远。避暑啊。嘿啊，避暑，啊，即马就是讲大家去便所，啊，就会拄着啊，啊，就感觉愈来愈习惯。吼，啊，都袂感觉讲，讲安怎的便所一定爱，就是讲大家哪像有人会安怎的情形。啊，结果以前阮伫迄有女生的厕所较偏僻的所在，阁有人去伫遐咧翕相，嘿。啊，即马伫即马的性别友善厕所，即马讲也无听过。较无人教，电脑无人教。因为都是友善啊，性别友善。这些要安怎看待吼？来，主席，你，互你讲看觅。昨早起伫个政治大学的性别友善厕所内底，就是发生了这个偷拍的事件啦。吼，然后迄个共偷翕的迄个人啊，因为咧便所的迄个女性，伊感觉怪怪的，所以发现了一个手机啊，伫伊隔壁的门过来。啊，后来这个女性，这个女同学啦吼，女大学生嘛是真勇敢，啊，因就是甲几个同学啊，我看新闻的啦哈，啊，佮有老师，就甲迄门砸起来，就卖互伊出来，动起来，啊，结果等警察来，吼，这是偷拍事件啦，吼，那我是感觉讲，老师是足开放的啦，吼，有这种混合用的便所叫做进步吗？我是无认为安尼啦，吼，我无认为，因为我感觉讲便所这个所在就是。吼，有时啊揪一下衫的啊，有时要画一下妆的啊，啊男女就是有别啊。查甫查某本来就是无共款嘛。他都你讲，有人说装错灵魂，但是呢，因为你是查甫还是查某，这是生理的啊，你天生的哦，孩子生出来就是由性器官去决定说他是男的是女的，但是你的想法上面，你要安怎感觉？譬如讲，我即马看起来我就查某，但是我个性就刚强的，你敢知？你这样我知。你要透过了解，你要透过你跟相处，那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但是性别它就是说，它是一个生物上面就是一个事实，就是安尼。主席，咱先转来到这个正代这个 case 顶头。OK， 嘿。啊，正代这个查某囡仔吼。伊变做受害者嘛吼。是。咱有甲问讲，啊，你以后会过去这种便所未？你感觉伊咧？那是我唔敢啦。我唔知啦。这就是近代的大勇楼。好，那你看哦，这是彰化新诶，应该是2礼拜前嘛，政大也是又一起。那这个人没有抓到被偷拍，他感觉他被偷拍了，但是他没有去声张，后来。政大的性平委员会，他要去调说监视器啦，那要经过性平委员会审核哦。那我感觉奇怪呢，
你犯罪就犯罪了。那现在性平委员会是大于什么学校或警察单位嘛？因为伊就是伫性平厕所发生的，所以我感觉讲，咱本受的本受，本受你也不是要伫遐一点钟啦，那你看刚才这个吴小姐，她就会说，就是她怕讲话出来吓到，真的是你不知道的人会以为说有男生进来了。那我要问的是说，很多我有听过的，就是这些跨性别人，他也不要去上性别友善厕所啊，伊就是要去上女厕所啊。你要安怎处理？主席，我问一下吼，听起来敢若是一个立体的问题吼，但是你想看卖，我在座吼，小等这个医师来听看卖，花木兰呐，伊安怎通好做兵吼？遮久无去人发现，伊袂解叫，伊的同袍也袂解叫。其实你嘛知影讲嘛有一寡人，伊是，譬如讲伊有些人伊无月经，有些女生她可能是没有的，也有啊。我意思是讲，我当然是这情形花木兰有这个人无这个人我唔知。对啊。我的意思是讲，有当是受害者，无一定是查某啊，有当是查甫嘛有可能受害者，我嘛会惊到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我唔是徛在任何人的立场哦，我的意思是讲。社会的安排是毋是因为这个 case 要来取消这个物件，互因这个机会要安怎来铺排？敢有较好的这个铺排？你主席你，尤其你搁参加政党的。你感觉迄个性别友善厕所，迄是这个名词啦。其实伊就是查甫查某混合使用嘛，你共一个门入去嘛。入去以后就是无同款的门嘛，每个厕所里面有不同的。因为会讲偷翕吼，这唔那是性别优先无优先，无优先的嘛是照常咧偷翕嘛。无唔对，但是咱要讲的是讲，你政府你安尼做，你是增加这个犯罪的机会嘛？你敢无安尼吗？安尼这是一个问题。你增加我跟你讲，我细汉的时阵，我会记得老师拢会教囡仔讲，女生嘛，女生要上厕所哈，你们要结伴去哦，有没有？就是都会这样叮咛小孩，那这个都是为什么？以前都是厕所也分开啦，那分开了以后，老师都还要这样叮咛，就是说，这个在这个部分，咱查某是比较较弱势，他也怕被欺负，所以他说结伴而行。那你现在你去想象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把厕所弄在都一样，那满不离。那有那种变态的，他是故意要犯罪的人，他躲在厕所里。那你刚才讲的是，你说政大发生了，我1个多月前，花莲的国小发生啊，花莲的厕所本来是女厕所吧，好好改造是性别友善厕所哈，结果有迄代课老师去偷翕女学生上厕所嘛，去用抓到嘛。后来安怎？即马学校搁甲改造转来去女厕所啦，你说这个，而且是老师呢，所以你怎么去防范？没有错，而且这个老师可能不是跨性别啊，不是跨性别啊。这本身就跟跨性别就无关系啊。无关系嘛。来，那我请我陈老师小回应一下吼，一定你小等。我刚刚一个点吼，想要请委员就是参考啦吼，就是讲即马也是讲查甫会去这个所在，查某会使去这个所在上厕所，大家拢会甲门关起来，大家伊也是拢去上厕所，伊也足惊人去偷翕的，对不对？即马就是讲有人会密谈遐。伊是会较拢总查某会伫遐便所，伊会较惊，也是有伊也有查甫，伊也会来这个便所，伊会较惊。我讲伊密谈遐，伊即马偷翕，伊即马偷翕有可能翕到是一个查甫的嘛，伊也有翕到伊也是一个查某的，伊密谈遐，即马伊也是有男生会去遐上。上厕所嘛，伊会较惊这个所在，也是伊较会惊讲全部拢是查某的便所，所以我老师你这个命题真趣味吼，一定你小等来倒回答。即摆线顶吼，咱这个李医师伫遮等吼，我先请李医师来讲看卖吼。关于着李医师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医师，我要先请教你一个问题吼，这个性别不安吼，因为我吼本身伫研究所读这人类学的啦。我读到真济这文献顶头啊，不管你什么民族，
真侪民族对男女吼，伊毋是以即个生理来做性别依据啊。吼，有当时甚至无男甲女即两字啊。吼，啊，当然，即个现代社会真简单，就是男女安尼啊。不过，咱即马社会已经来到即个骹头啊，有即个性别不安吼。你甲咱讲，是安怎医学行来到即个骹头啊？是因为要治疗，还是要来处理的时阵，感觉有这无法度，这必须爱来承认讲，这是一个心理事实。主持人吼讲了真好啦吼，就是讲过去吼，甲咱讲较古早迄个真正好的即个治疗的迄个咱讲诊断的标准吼，一开始毋是讲叫做性别的不安啦吼，一开始叫做性别认同的障碍症，就是讲你家己性别吼，你家己认同是啥物款的性别，这个部分出问题，啊，所以这个部分爱治疗。但是咱知影讲吼，其实咱社会上吼，除了男女以外吼，伊这其实是一个咱讲拄仔来宾嘛讲过，吼，这是一个流动的。吼，一个光谱的这个概念安尼吼，所以足侪人其实在男甲女中吼，伊可能有其他家己心理上的认同，哦，所以后场吼，在一寡临床国家一寡讨论了后吼，其实世界医师会吼，伊在2015年吼，伊其实有通过一个宣言吼，特别讲啥吼，就是讲性别的认同，这毋是精神上的毛病。哦啊，但是你若讲因为性别上的认同啦，吼，甲你社会上吼跟心理上的，咱讲身体上的这个性别上的这个差别吼，造成啥吼？就是讲造成你迄个心理上较明显的痛苦，吼，啊是讲你的社会即款功能上的影响，哦，啊而且你就想要去改变你原生的你身体上的咱讲性征。哦，啊，想要表现讲，我想要爱迄个性别认同的迄个情形，哦，不管伊的行为啦、反应啦，吼，啊，你足毋茫讲吼，这个社会甲其他人会当像我心理上认同这个性别，哦，安尼来甲我对待，哦，啊，这个情形咱才叫做性别不安啦，哦，所以即摆有一寡国家吼咧讲咱讲所有的迄个免诉患症，吼，主要就是安尼，因为有一寡人伊心理上的认同啦，吼，哦，伊可能我身体上是查甫的，吼，啊，但是我心理上我认同我是查某囡仔，哦，啊，但是我无想要改变我家己的迄个咱讲性征啦，就是讲我不想要做性重置的这些手术这样子，吼，那其实你以即马的迄个性别不安的迄个诊断来讲，迄嘛不一定有符合伊的迄个性别不安的迄个精神上的毛病。哦，但是为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讲，毋是每一个来找你的，要来鉴定的时阵，你拢会过关哦。是，啊，但是我拄仔袂讲，有一寡国家了后，就是讲伊爱尊重吼，每一个人决定家己性别的迄个自由。哦，所以像德国哦，还是咱讲法国吼，哦，伊本身吼，就是讲到后来伊法令调整了后，就变含精神科医生评估拢毋免啦。哦，伊家己会当决定家己要怎么款的性别啦。是。有一寡国家其实已经行到搁较头前去啊，吼，因为人权这个部分其实，逐个国家标准其实无啥同款啊。李医师，我先来问一个问题吼，你会当先放弃你做医师的专业，你就你生活的常识来回答我，就是头仔主席所讲的，就是讲，就是。即性别优先的变数内面，就是增加着即个偷袭的即个几率啦，吼，就是证据拢伫遮，吼，所以这不应该爱甲取消，还是讲你认为讲社会应该较有即个，咱用台语来讲啊，咱就有量一下，吼，互有量，咱家己嘛有量，因为不得较我讲白。不得讲咱家己囝儿是说冇即种，吼，无必须爱真实来面对。你意思你认为咧？是吼，但是讲吼，这个部分可能爱为两个方向来讲，吼，就是讲头一项是，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通案，吼，
就种当便所内底去偷翕的人吼，迄个人敢是咱讲的跨性别者，哦，还是讲伊其实因为咱有当下真去买看到，咱讲偷窥癖嘛吼，哦，就是有一寡人伊是他的确是有心理上面一些问题或议题，他会去偷拍的，但是伊无一定是咱讲的跨性别者，吼，还是变装了去内底偷翕。哦，啊，你无即个便所咧，伊嘛变装做查某囡仔走进女厕去偷翕嘛会啊。哦，啊，所以这要去看这到底是个案还是通案。哦，啊，犯罪迄个人到底是跨性别者，还是讲伊其实毋是，但是伊是变装入去的安尼。哦，伊处理方式其实无啥共款啦。若是讲以即马的迄个数字来看吼，因为足侪国家伊拢有统计过吼，就讲针对咱讲拄摆的迄款偷翕的即个情形吼，其实跨性别者是较少会出现即款情。啊，当然个案吼。有个案无？哦，就是这到底是有迄个案件无？这我毋敢讲，有的案有的人伊的迄个性别认同，甲伊的犯罪的行为会较复杂。哦，啊，但是敢会变成通案？吼，其实以即马几个国家的研究来看是袂特别A啦，吼，袂特别A安尼。哦，啊，但是这就爱看讲吼，比如讲咱另外的标准爱更人大嘛。啊，第二就是讲，拄啊主持人过迄个来宾嘛有讲过吼，就是讲咱。社会资源吼，到底有够无？啊，大家安心，社会安心无？啊，这就是一个大家爱沟通、爱沟通的一个过程哦。那第二个方向是安尼哦，就是讲，因为吼，像我拄仔讲，因即马足侪国家拢过啊，哦，啊，咱的囡仔吼，嘛有可能有机会出国去旅游嘛，吼，啊，甚至出国去读册，哦，伊嘛会当着啊，哦，他也会碰到那种单一性别厕所。还是讲，咱的女厕甲更衣室有可能跨性别者进来使用的问题。就是讲台湾反正咱即马目前的迄个国家的状况甲社会状况无一定，但是你做无你会得到啊。哦，那咱这就必须爱甲咱的囡仔做教育嘛，吼，就是讲你将来是讲，台湾无一定看到，吼，啊，但是你若讲出国看到的时候，你应该安怎去应对安尼。所以我是感觉讲，因为社会咧变化真紧嘛，世界咧变化嘛真紧安尼，吼，所以。徛咱即个立场啊，吼，咱嘛是爱了解啦。讲，你若讲撞着的时候，你应该安怎处理啊？嘿，是啊，医师你稍等一下吼，啊，阮转来到现场吼，我请医庭吼，你来讲看卖。延续头仔即个话题吼，即个便所间内面跨性别的即个设置，会致使着增加即个偷翕的即个几率，即项问题。实际上当然有 case 发生，吼，但是我都毋捌听过讲花木兰有去用偷翕啦，吼，我当然我讲热铁的吼，我的意思就是讲，你安怎想？因为谢谢主持人，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啊，就应该说犯罪这种事情本来在我们社会上就已经有了，然后你不会因为说。我们其实应该要去谴责的是这些犯罪人，而不是谴责说哦，你增加了这个性别友善空间，然后就是增加犯罪率。这个现在没有任何研究。然后再来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性别友善厕所确实它可以去降低一些就是不管是跨性别者或是非二元者他们在使用厕所的焦虑。因为其实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件事，任何人都会，我们叫性别检查。什么叫性别检查？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女厕，我用了好好的梳妆打扮，然后有人进来，我会下意识的去看说，哦，他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都会这样做。想无干起来哈。对。那其实但是在性别友善厕所，其实我们就是让我们习惯把这个事情拿掉，而且像是我在上个礼拜，我刚好有去我们的科教馆，然后科教馆其实它每一层楼都有传统的男厕、女厕跟性别友善厕所，你会发现性别友善厕所都是谁会去？比如说，哦，妈妈带小孩，比如说不管是带男生女生，对，然后比如说爸爸带女儿之类的，因为这种地方对所有人都没有性别检查压力，而且注意这句话，性别检查压力，其实这个回到厕所本质就是我们去厕所干嘛，我们就去上厕所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就不是说我们去厕所干嘛去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而且根据我们厕所原本的发展面貌，其实厕所一开始在我们人类社会里面，公厕这件事在17、18世纪的时候。它是只有男厕，因为那时候只有男生去外面工作，女生在家里嘛。然后后来是因为女生的意识开始起来，女生也要出去工作，所以才会有，我再多盖一间厕所给你是女厕，就这样来的。那再来，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回到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就是，请问我们去上厕所，我们有看证件吗？没有嘛？
那我们在免诉换证议题上面，我必须要替主席来问一个问题。好，就是讲，道理咱拢捌，但是心理上我都无法度克服，吼，就亲像你心理上你都无法度克服，我就是认同我家己是一个女人。情绪上慢慢来，这个 OK。吼，我意思是讲，我心理上我都无法度接受讲，哎哟，安那样，我记一个咧，我早15、16岁的时阵，吼，迄阵咱200公园啊，佫真台湾真有名的这个 LGBT 的族群伫遐啦。哦，我若去遐吼，就足紧张的，去查甫便所，我就足紧张的哦，吼，就真警觉，吼，讲因为阮有听过。敢若喊过，吼，当中甲咱喊过，讲伊就会说你哦，那后面有一个人就来哦，吼，会惊着。我会讲这个意思就是讲，其实哦，若是性别优先，这应该是一个更较看这个议题，就是讲如何在这种空间内面，互大家人安心，应该是安尼吧。这个本质应该是安尼，无我迄阵时15、16岁，我一个查甫囝，我会惊啥？我查甫我应该爱惊吗？我就是惊，吼，所以我讲这个例毋那是互一定听嘛，听主席听，就是讲，会惊毋是女性的专利，查甫嘛会惊，是不是安尼讲？对啊，对啊，因为其实就是其实现在，应该说啦，我们都讲说。性骚扰其实不分性别，就是其实也有男性骚扰男性、女性骚扰女性这些都有啊。反而你说跨性别者成为犯罪者的比例，依照在台湾来讲，目前还是很少。我不会说没有，但是很少，非常少。对，但是就是其实大部分我们看统计上还是就是同性别之间的犯罪、性骚扰犯罪还是有，而且其实老实讲，跨性别者受到性骚扰的比例是很高的。啊，这咱小等者来讲，我要先问陈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讲，咱用1点钟的时间来讨论这。这人咧讲啊，这就是像一定因这就少数啊，到即马咱台湾才8个咧排班，咧等申请嘛，吼啊，这外国人咧进步，人是因兜的代志。咱母这是要为着什么？是为着意识上讲，吼，咱较进步，安尼吗？还是讲？因为安尼，咱会当在生活当中开始反省讲，哦，咱唔通对人有阶级、对面上啊判别、对伊的清查、对伊的什么，是安怎来想这项代志？我想为虾米迄个人权吼会进步的关系，就是讲，咱怎慢慢注意到讲，咱的社会内底有的人吼无伊应该有的自由啦。吼，像伊要做伊家己，像我迄天去上课时，我有一点伤心，因为我一个迄个同学，伊讲伊是原住民，啊，毋过伊袂晓唱歌，啊，就去人讲，啊，你都原住民，你哪袂晓唱歌？啊，伊啉水啉酒啉一口尔，就面红就啊，哎哟，你都毋是，你都是原住民，你哪会安尼？怎伊讲，伊怎讲一句话，我足伤心的，伊讲我毋知影要安怎做一个原住民啊。啊，我讲另外一句伊就讲。啊！我根本都唔知影我要安怎做人啊！你知影叫一个人权的教授，你听到这款声，你就知影讲，咱的社会真少，就是讲徛到迄个社会上无受到权利保护的人，咱就是真少徛到伊的骹踏遐吼，知影讲伊徛伫啥物所在，所以就是像我一个学生讲。伊隔摆也行过迄个台中的迄个车头啊，看到足侪迄个外国人，伊就开始惊，伊就开始讲，毋过伊开始惊的时阵，伊就家己讲啊，你哪会安尼？你根本都无熟悉因，你是到底咧惊啥？吼，伊就是家己讲，嘿，我就是无甲因相捌，我应该去甲因介绍我家己，啊，我应该爱互因知影我，啊，互我知影因，安尼咱慢慢袂惊嘛。吼，伊就是有即种，我感觉迄阵我就听到我足欢喜，啊，毋过另外我就会足伤心，讲，咱就是要人权要进步，咱就是要上无
保护的人会使受到保护吼。像拄啊依田讲，我感觉真有感吼，就是讲德国伊本来伫咧讨论的时阵吼，伊就是讲到底迄个跨性别成为牺牲者的机会较大，还是伊是加害者的机会较大？结果怎啊？因摕到报告讲，你知影联合国怎啊统计？甲2022年尔，都有355个人怎啊去用杀死，因为伊是跨性别。啊，毋过人讲其实有足侪黑数的，你知影？因为伊也是跨性别，伊出现的是大家拢感觉无习惯，品种无纯。嘿，所以就有人甲伊霸凌，啊，都是拖去啥物所在甲伊拍，所以伊变成受害者的机会上大。所以为虾米就是讲，后来迄个德国政府怎会2024年也通过迄个法，结果就是讲，因去甲这数据吼，甲提起来，因看着安尼讲，安尼袂使哩，所以因怎讲到伊家己，咱有一个自由，就爱保障，伊会使家己对伊要成为啥物性别，伊应该有即个自由，因为即款自由是国家。对一个 Rechtsstaat， 对一个有法权的国家，应该袂使，就是讲随便去对人的自由去甲伊做限制啦。是，主席吼，我当然尊重咱每一个人，尤其主流社会当中本来对这项代志的看法。是。我较想要知影讲，好 ，OK， 那即马咱来取消这个性别的这个变数，哦，优先的变数。是毋是颠倒像以前入来到即个查甫的变数了？我颠倒讲，哎呦，那来遮，敢有即种情形？因为是安尼啦，我感觉吼，你讲你增加性别友善厕所，我同意增加，但是政府不应该取消本来的查甫变数。我觉得你要给原本的这些女士。他想要去一个他单独想要去的地方嘛？这个频率较悬啦。啊，我都会记得差不多可能20年前吧，但是个咧这个在提倡说啊，因为查甫变数的时间无共款，吼，然后查某可能爱3分钟，查甫1分钟，所以查某就这种会排队，所以吼什么要5:1有没有这个比例？他说女厕要增加，那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啊。好啊，有时候甚至你阿公去刷定去什么国家公园有时阵就本兽没有，我知道有听说有人爬山的时候，阿姨就会就会请先生帮他顾一下，他就去男厕所，对吧？好，这个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平凡都可以了解，但是我刚刚讲你今嘛进户，你就很像是一个左交政府，你就想不知道在想什么，你赶快本来好好的本兽卡掉，啊去改做性别友善厕所，你感觉讲这是进步？我感觉你也当增加，好，你当增加 ，OK， 好，增加好，也当使用。那请你甲本来的查某变数，甲藏的好唔好？你哪会当讲甲本来查某变数用无去？然后主席，你讲这有影，无见摆来体温无过变数。你伫那个空间足够的地方，好，你可以增加嘛？我觉得 OK 啦，好，因为我去日本然后啥物，我有去看因的变数，我特别去观察。因即马有一个吼，查甫以外有一个叫做无障碍厕所，伊迄无障碍吼，甚至阁有一个名称哦，因为可能有人，因为就看嘿，有可能有人要换尿布啊，大人也有可能要换尿布嘛吼。那我就觉得说，对他一个无障碍，我就觉得就很熟悉啦，吼。那你甲我讲，你譬如讲即马新北市啊吼，最近有人去迄个火葬场，新北三峡火葬场。本来是一边查甫厕所，一边查某厕所。伊即马甲这2间拢甲改做性别友善厕所。啊，迄天阮同事去遐吼，去送朋友上山的时阵，伊去便所伊嘛，看半工讲伊要去倒一间。这有影。伊看有时候完全是都一样的。然后也有看到旁边的女士，也是好几个好几个女生在那边找说，伊要找便所嘛，伊要找伊家己的便所嘛。所以我是觉得说，好啊，你如果今天政府这样子的话，你就去增加，但你不应该哦，你这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消除我本来的女厕所。那我告诉你说，犯罪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犯罪学老师你那犯罪学，查甫啊是比查某犯罪
率高很多嘛，对不？所以你比较多会男生去装偷拍的，我不是讲直接照射，就偷拍器啊，那就每种密录器嘛，对不 ？Double key 女生厕所装，因为很多女生厕所就被装了，那个是单纯的女厕都会这样咯。那你给哪里？你给哪里？你用做是 double 杂波混合厕所，给哪里解 double 一 key 下，一起有心的想要犯罪的人，他进去了，装好了，啊好啊，走了，他。1个礼拜之后，或者3天之后再来，反正这里面很多人在上厕所，谁上了也不知道，男女都有可能嘛。但是他是不是就有犯罪的一个更方便？他本来他如果要进去女厕所，一个爱逃洋洋哎，今嘛吼大方方行同款的门入去，反正我每一间我每一间都给顺一下。这你知道这个互咱女性造成偌大的惊吓吗？哦，主席，我先和一定先回应一下哈，来，好，就刚刚有讲到就是性别友善厕所的犯罪率问题嘛，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上。那其实第一个是说，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那个他的就是要用它的原因，那确实有没有可能性别友善厕所会增加犯罪率这件事，目前是问号。但是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到底我们现在在想一件事，到底就是照刚刚的讲法，政治大学的2起已经都发生了啊，对不？也国外也有，我知道。来，就是我们想一件事情，因为其实现在有一些人的论述是这样，性别友善厕所就是你们这些人应该要去上，那就是还给我们女性一个空间，对吧？这是这样的讲法。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跟有一个事情很像？当初在黑人运动的时候，他们讲说。哦，你们那个黑人不要来上我们白人的厕所啊！就是这个是你们，因为你们有可能犯罪率比较高或干嘛，就是你们，而且就是你们进来我们会紧张，完全一模一样的论述，结果一样的论述我们现在又再来一遍了。然后再来就是说，那目前其实基本上99.9%的人去用厕所都是就是去用厕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变成说，我们把犯罪这件事开始一直往前，然后扩大他的恐惧，然后这样我们一直在就是忽略到底厕所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我想3位啊出的一个共识啊，就是犯罪防治吼，这项代志因为真专门啦，吼，那是干一个变数问题而已啦，可能较区域是不是 hotspot， 是不是这个热区，还是讲学生囡仔安怎真济。咱今日焦点小扭转下去。哦，我先线顶来连线咱的李医师吼，李医师，是李医师吼，上尾一点仔时间吼，你甲咱讲吼，因为今仔日一开头是因为咱台湾开始有人会当免手术，吼，免手术，免开刀，免住院，吼，你就会当来换身份证，吼。啊，这是在心理医学还是医学心理顶头？你认为是基于什么理由？你赞成还是反对？其实吼，这就像拄我讲的吼，2015年的世界医师会，伊基本上就已经讲过了，就是讲性别的这个认同，伊本身是一个流动的状况安尼。吼，这嘛是咱这届迄个上悬的这个行政法院嘛讲嘛。是宪法规定的这个人权啊，保障的这个人权之一安尼啦吼，所以等于是讲，这潮流咧改变了后，所以咱即摆已经无甲讲你性别啦吼，那个迄个认同的这个部分当做是一个精神上的毛病啦吼。那所以基于在这个理由上吼过去啦，就是讲因为你性别上的认同甲你的身体无共款。所以你一定爱，咱讲做迄个手术的迄个部分，才会当去换迄个身份证，还是讲换社会上的这个认同的部分，足侪国家其实即马都拢出这个法律的都取消，拢取消安尼，所以咱即马咱即马台湾国家的这个法规啦，就是讲对咧国外行了后，伊就甲这个。规定，就对内的取消去啊。
哦，因为咱爱知影讲，咱即摆毋是干那即个性别的即个法律尔哦，咱也有叫做像迄个工课上的性别工作平等法吼，甲性别平等的这个教育法哦，伊内底拢有规范啊，就是讲你若讲你是跨性别者，你本身学校本身啊，还是讲工课的即个所在本身拢来提供性别友善的迄个便所嘛好啦，是空间嘛好，拢爱有安尼吼，甚至国内嘛罚款的即个列出来安尼吼，所以你若讲徛谈法律咧改变的即个过程，搁加上世界的一个潮流啦吼，搁因为咱即马医疗上吼，咱主要咱主要咧采用的拢是国外迄个诊断的迄个关键安尼，所以基本上吼，你以即马目前的即个部，你讲无手术吼，即个部分就爱甲伊的性别认同做一个调整。哦，这本身其实你若问医生，大部分的医生拢是赞成但是即马卡单大位就是讲吼，医生赞成的是伊的性别上的认同，但是呢，你安怎处理便所的代志，安怎处理更衣室，还是讲公共的这沐浴空间的代志，还是安怎处理这性别友善，这是社会的共识啦。就是讲医生无法度去帮忙做社会。所以他说我们才问李医师讲，你先把你医师的这个身份放落去。我问你讲，你以你普通一个人，你家己的生活相识，你有赞成啊无赞成？是就是讲，当然我是感觉台湾吼，因为咱即马本身咱社会上咧适应的这个过程中吼，有当时啊人甲人之间这互动，这是爱慢慢去习惯，还是讲慢慢知影讲吼对方的想法，对方的行为，对方的状况是安尼，所以你若讲习惯，无法度遐紧去调整的时阵，凡说这对台湾来讲，可能这步会跳了较紧。那但是你若讲嘿，但是就我拄仔讲的，咱即马其实台湾的规制度拢是为迄个通用期的时阵，这嘛是到后手你不得不去面对问题啦。即是你嘛是会第一去面对安尼所以早去面对嘛是爱面对，晚去面对嘛是爱去面对，安尼上落尾咱是嘛是爱去讨论这项代志。所以咱在2014年的时阵台湾的精神科医学会咱就有一个声明嘛，就讲国家应该要有一个委员会是特别针对迄性别变更的这个部分甲一寡社会资源甲一寡迄个制度上的调整安那会当找到大家拢会当接受的迄个方式安尼安尼咱社会纷争会较少啦。是，感谢李医师。因为刷来剩10分钟的时间我必须要分配3个人互恁讲者一定你甲咱小观众朋友进入上后尾一个议题就是讲，旋转，比如讲你家己认同讲我是女性，你就去做手术就好啊，旋转不爱去做手术。头一个想到我知影讲这个手术不只开钱，第二还有其他什么困难伫的所以地叔讲。无咯，我先来改这个身份证，安尼就先来一步一步行。你讲我难听。好，那个第一个就是我拿我自己的经验讲，就是那时候我自己出社会的时候，因为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应该是一个女生，那个时候啦，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女生，所以，但是我身上拿一个男生的证件，那问题是我要找工作我自己就会打扮，把自己开始打扮像女生嘛。那我找工作的时候，人家就会。所以我要叫你吴先生还是小姐之类的，而且这个还是比较友善一点的，更不友善，怎么这样子然后后面就没有了，这个很正常，那个时候很正常。然后再来就是说，所以其实理论上，如果一个人他认同他自己是另外一个性别的话，那如果他有符合他自己性别样貌的证件，他去找工作会比较简单。那是不是他在社会的，就是比较容易生存？这是一个。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回应你刚刚的问题，就是手术到底有什么风险？第一个拿我自己来讲，因为我自己做过，手术后3到6个月是不能工作，就是你在家就是要就是复原啊、伤口啊那些有的没的，而且手术本身是有风险。到前几年国外当然是比较差的地方了，就是有发生过，就是
因为手术发生一些意外，然后再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手术后我们生育能力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是没办法有自己亲生的下一代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事情对很多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事。然后，但是而且再来是说，我们手术可能后面还是会有一些，不管是就是很多的不舒服啊之类的，会在身体里面。但是那个就是当然就是。所以真大的这考量条件的。对，而且就前面讲的嘛，你要如果照我们现在的规定，你要变更你的性别的话。那你是要手术啊？你要手术的话，你是要钱啊？你要钱的话，我证件跟我的认同不符，我要遇到社会各种歧视的话，我就没办法达到最后一步，那我是一直卡在第一步。所以你开放让他换证件，让他有助于慢慢的到最后，我们在推动这些，其实到最后这个很重大意义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让他有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你要换证件，你可以选择你要换证件手术，或者你要手术后再换证件，都 OK， 让他自己去选择。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是让大家是有各种多元性跟多元的选择的。是，来，戴老师。我想都是台湾民主化上会使骄傲的所在啦，就是讲咱社会有足侪人会使有选择的权利，啊，咱真正尊重这个权利，啊，互社会的人。无自由的人会使有真正的自由，吼，会使做伊家己。像我拄仔讲的学生，就是讲，我感觉我去教册，啊，怎啊教一个学生，伊会问讲，我毋知影我安怎做一个人。你看你做一个老师，你做一个人权的倡议者，你会有啥物感觉？你就会感觉讲，咱的社会阁有真侪要进步的空间呐。吼，所以阮同意会支持，吼，做者社会无去互自由、无去互保护的人，啊，互伊有保护着。这就是讲，我就是了解，慢慢去了解各种不同的人，啊，伊的自由是安怎受到限制，啊，怎有伫啥物处境，啊，这就是阮上关的关心的所在。我知影周委员拄啊，我有一点足同意的，这毋是讲要甲啥物人的自由甲摕掉，互伊变得较少。是讲要靠较侪选择的，毋是无应该，就是搞好甲本来有自由的人变自由变少。吼，我这点我是真同意的。来，主席，阮认为讲吼，就是你要看性别，那你就手术，嗨，那你如果不手术的话，你说你刚才讲说还要有生育能力啊，你又说你是一个女生。啊，但是你的生理是男生，我感觉其实这好就这女性是无法度接受的，因为他还要拥有这个，也要拥有这个，所以伊给他口头变性啊，所以问公，我们反对说男女乱变，好，我们反对说男女去乱变，因为口头变性嘛，今天讲的就等于是刚才医生也讲了，说你们就去接受啊，你会当今仔日讲我要变查某的。啊，明仔载我讲啊，我妈妈讲我爱有传宗接代压力，那我要变回我是男生，哦，我觉得这一点的部分呢，就是说，当然他们的认同是我们要尊重，我们尊重，好，但是性别跟性别认同这是两项代志啊，因为这是一个是生物诶，好，一个是社会行为，啊，咱伫这个国家，一个这个社会内底，它总是有一些秩序，我们必须去遵守嘛。好，譬如讲，我讲这条路就是单行道，就是安尼行，啊，你要行这边是安尼行，总是你不能说我行就是我的行这，所以我们就是说认为说有一寡规范，你是因为我在这个社会里面，那你头都要疑心来讲，伊讲啊那个德国哪边呢，他们都怎样了啊？其实他们这些国家也因为这样子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啊，跟有一些犯罪的事实，他没有把它提出来。这个其实你有机会，咱会当更加研究，因为这些就是社会问题。你社会的问题，当然你跨性别者，他刚才也讲哦，我从小可能被霸凌，或是我有什么困难，吼。但是就是，但是我认为讲吼，我当然是认为讲，袂当牺牲女性的不便，因为你会无方便，是讲咱的这个隐私权，好被牺牲了。然后呢，或是增加女性的风险，来承担某些人他的需求，他这些需求可能是他的需求，但这并不是我
大部分女士的需求。那我大部分的女士的需求是，我有一个较会当安全的便所更衣室会当使用的时阵，但我若常常我去运动去换衫，看到一个生理男走进来，他说他是女生，我会惊到无？我当然会惊到啊！但是伊甲我讲，我已经是认同是女生啊，所以我来到这个女生更衣室。主席，歹势吼，我必须要和陈老师先回应一下吼。就是讲我感觉咱我希望台内若是各个政党吼，也要提出伊的主张的时阵，应该要有详细的研究加数据啦。就是讲袂使讲加一个例吼，一个案，就讲你知影台湾到底是有偌济跨性别，是伊的人数吼，伊的处境，伊的这数字应该要慢慢出来，咱才会使开有真正的主张。无咱的政策吼是建立伫个沙土上面。起码都还没出来，就进入到一先讨论嘛吼，咱来拍土，主席你要答应我啊，拍土哦，咱要反反你吧。